来继续来看，农委会派出到46位的食物医生到全国去驻点，帮农民解决到农作物的难题。云林县是派到5位的食物医生，伫咧无同的乡镇，做伙来守护云林县作物的健康。 农友加食物医师说明拄到病虫害问题，为了让农友更加会使有效率对抗病虫害以及解决各种问题，农委会派出46位食物医师到全国去服务。在种植过程中，我有遇到像这些田间的病害，像陆菌病、白粉病、炭疽病这些重要型的病害。 针对各种病虫害，食物医师拢会使协助农友来解决。就我目前的话，可能就会比较农民来找我，可能就会针对一些病虫害啊，或者土壤或者栽培问题。我比较会倾向于都农民打来找我的时候，我都会直接去田里看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可以去了解他现场的状况。 云林县是农业大县，食物医师对农友来讲是真重要。农友若有需要，拢会使随时联络医生来解决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